未來電車可嘆冷氣睇 LED， 家下乜都話加，連小記成日攞嚟駁腳嘅電車，最近都向政府申請加價。唉，都無可厚非啦，2蚊雞由西環搭到筲箕灣，去邊度揾啊？而家電車公司仲話搞新意思添，唔止車上加裝 LED 資訊系統，仲有廣播通知去到邊㗎，就連路線圖都會換埋身，話你知附近有乜好去處喎。佢哋又諗住加裝電磁軌道剎車系統，到時新系統可以將時速30公里嘅剎車距離縮減到10公尺㗎。至於全部加裝冷氣呢範，佢哋就話連政府都 pass 咗㗎，不過有少少驚冇咗特色㗎。咁又係，香港地唔止遊客中意遊電車河，好多人後生嗰陣都試過㗎，又平又浪漫啊嘛，所以真係要留返啲好嘢俾後生㗎。